大家好，我係民安隊山嶺搜救中隊第3分隊嘅葉立章，終於嚟到最後一集啦。咁今日我哋就帶大家嚟到獅子山，想分享嘅主題就係求救。當我哋遇到意外嘅時候，首先要保持冷靜。我哋可以利用地圖、附近嘅標距柱位置，同埋手提電話 GPS 嘅定位功能確定位置。然之後我哋可以打999或者112向警方求助。喺行山之前，我哋都可以下載定呢個 app。當我哋遇到意外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透過呢一個 app 去報警求助。如果你嘅電話網絡唔好，或者電話冇電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透過附近呢類嘅設施去報警求助。獅子山高495米，係香港最具代表性嘅山峰。而上獅子頭嘅山路係又窄又崎嶇，好多時都要手腳並用嚟去保持平衡。咁過往就曾經有啲行山人士因為打卡而發生墮崖嘅意外，所以大家行嘅時候要分外小心啊！行山係一個有益身心，亦都強身健體嘅運動。記得民安隊嘅8大行山錦囊，咁就可以享受香港獨有嘅行山景色，咁就行得開心又放心。拜拜。